掌人第一次監製嘅電視劇《女人俱樂部》殺科，志偉請晒台前幕後工作人員食飯，全場拍由頭嘈到落尾啊！係先嚟嘅時候咧，全場歡呼，仲期待個埋單嘅啫嘛，冇乜大叫噶。仲有其他飯局俾大家之後？陸續有嚟，因為根本佢哋都唔捨得散，拍完都好似未拍完咁樣，咁啊日期就超支咗啦，超支咗，因為咧。拍得太開心啊，個個咁啊，所以咧就話大家想拍得好啦，咁啊，所以咧就預期咧就係長咗少少時間，因為有要求嘛，有要求當然，慢工出細貨。咁但係咧就另外就因為班人啲新咧，啲小朋友新啦，呢班舊人以為睇舊啊，都係新人嚟嘅啫，好耐冇拍戲啊嘛，咁啊，所以咧要佢哋習慣翻啊，再入翻戲啊，都要少少時間嘅，咁啊，所以咧就日期就超支咗。套劇拍完啦，你哋覺得有啲唔捨得定係有啲鬆一口氣咯？鬆一口氣，鬆一口氣，樣都有，好矛盾。你哋拍完套劇之後咧，第一件係做啲乜嘢咧？瞓覺啦。我去咗主題公園啊。係咪好唔捨得啊？我哋而家建立咗好深嘅感情㗎啦。已經結拜咗，你真係結拜咗啦已經。係啊。咁邊個係一啊？我係大家姐。咁邊個係七啊？佢係七妹。唔好喊傻仔嚟嘅，係。佢梗係唔捨得啦！佢喺劇裏邊咧經歷咗好多唔同嘅階段嘅，咁但係最重要就係我同阿基哥呢一對唔同世代嘅演員咧，從來未碰過頭喎，所以我哋就好唔捨得。